生肖之嘅老朋友們，2026年8月真正有守住個唔係面子，係情緒、錢財同屋企人。呢個月表面上金氣見始，生肖機似乎得到助理，做事更有精神，頭腦亦更清楚，但丙午年嘅可氣仍然未退。火尖相遇，最怕一時心急，一句說話長得太近，一筆錢落得太快，一件小雜事都唔肯讓步。你守得住，8月就係轉圓月。你守唔住，本來到手嘅機會都可能被自己親手推走。所以我建議有提醒老朋友們，8月有3件事千祈唔好做。第一，唔好為咗爭一口氣同人結怨；第二，唔好因為見到機會就衝動投資、借錢或者為人擔保；第三，唔好將所有情緒收埋，對家人朋友疑神疑鬼。只有你避開呢3樣，8月唔單止可以平穩過關，仲有機會將壓力變成助力，令財運、人緣同家庭慢慢回穩。2026年係丙午年，天干丙火，地支午火，全年可氣本身已經相當明顯，可代表成動、熱情、速度、名氣同表現。可用得適當，人會有膽量、有精神，遇到事情願意主動處理。但可一旦過旺，就會令人急躁、衝動，說話自己做決定太快，甚至為咗證明自己而做出超出能力嘅事。生肖之對應酉尖，酉尖好似經過雕琢嘅尖刺，重視規矩，重視善用，而重視自己有冇受到尊重。生肖之嘅老朋友們通常眼光唔差，觀察力亦好細緻。邊個做事有交代，邊個只係講得好聽，邊個真心對你好，邊個只係有事先揾你，你好多時心入面都睇得清楚。你做事認真，答應咗人嘅事情，通常都會盡力完成。屋企有問題，你會想辦法處理；工作上有困難，你唔會輕易推俾人。呢份責任感係生肖機非常珍貴嘅地方。但凡事都有兩面，正因為你對自己要求高，你而容易對身邊人有同樣要求。你覺得自己已經長得好清楚，點解對方仲係做錯？你覺得自己為屋企付出咁多，點解家人仲係唔理解？你覺得一個事情明明有更好方法，點解別人偏偏唔聽？平時你可能仲可以忍一忍，但處到丙午年8月，外面嘅可氣未退，抽金又逐漸增強，可金交鋒，內心就容易出現一種又急又應嘅感覺。你會更加想掌握事情，更加唔願意俾人質疑，而更加容易因為一句唔順耳嘅說話而動詞。老朋友們又記得，命理唔係用嚟嚇人，而唔係話生肖機去到8月就一定有災。命理真正嘅作用係提醒你邊種性格會喺邊段時間被放大。你知道自己容易心急，就可以慢一慢。你知道自己說話容易太直接，就可以先輕鬆。你知道自己見到之後容易過度自信，就可以俾自己多注意觀察。只有人願意調整，運勢就有轉彎嘅空間。好多所謂嘅劫並唔係從天而降，而係一個人在情緒最亂嘅時候連歲做錯幾個決定。相反，好多所謂嘅苦亦唔係突然出現，而係你喺關鍵時候引造一句刺話，避開一筆風險，珍惜一個真正對你好嘅人。老朋友們，聽到呢度，如果你覺得我今日講嘅提醒對你有幫助，記得訂閱頻道，順手點個讚。而歡迎你喺評論區留低一句平安順水，或者講下你8月最想守住嘅係財運、家庭、健康定係人際關係。你留低嘅每一句祝福都係俾自己一份提醒，亦可能將呢份善意帶俾另一位有需要嘅老朋友。8月大致去經過立秋同處暑。立秋之後，天地間嘅氣開始由外放轉向收斂，辛金逐漸當令。對生肖之嚟講，辛同酉都大尖刺，代表你嘅行動力、自信同判斷力會比之前提升。之前拖住未處理嘅事情，8月可能會重新出現機會。之前一直睇唔清楚嘅人同事，亦可能慢慢露出真正態度。但老朋友們有留意，尖刺得到幫助唔代表可以任意而成。尖太越，人容易冇主見；尖太長，人就容易過應。過於挑剔，認定自己一定正確，
8月對生肖支最大嘅問題唔係完全冇緣，而係有咗一點助力之後，太快相信自己已經掌握一切。丙午年嘅火仍然喺上面壓住，8月辛金到位，就好似一件金器放入火爐之後，開始逐漸成型。火候控制得好，可以練走雜質，提升價值。火候失控就容易令真氣變成，甚至留下裂痕。所以8月唔適合凡事硬碰硬，事情有機會，但有按部就班。有人主動揾你合作，可以了解，但唔好即刻答應。有人俾你一個賺錢消息，可以研究，但唔好因為怕錯過而立即付款。家人同你意見唔同，可以商量，但唔好一開口就認定對方唔實。第一件一定有避開嘅事，就唯一好似同人結緣。生肖支口才一般唔差，腦筋轉得快，而好容易睇到對方說話頁面嘅漏洞。遇到爭論時，你可能三兩句就令對方冇說話好講，但講贏道理唔代表贏咗人生。你先而當住其他人面前將對方整到落唔到題，對方可能表面冇反應，但心入面會留下一條刺。到以後你需要合作，需要人幫忙，或者需要有人為你整一公道說法呢，條刺就可能成為主力。8月堅持戰此，生肖支嘅說話會更加有力量。口嘅時候你講嘢清楚，做事有條理，容易得到信任。唔口嘅時候，你會覺得自己講嘅全部都係事實，所以完全唔需要顧及別人感受。但老朋友們有明白，說話有道理同說話有分寸係兩回事。你講嘅內容可能冇錯，但用錯語氣、選錯場合，仍然會傷害關係。尤其8月大家都容易忙於處理下半年嘅事情，工作壓力、家庭支出同生活安排都會增加。平時一句普通提醒，可能被人聽成指責。平時一個護身眼神，亦可能被人理解成你睇佢唔起。生肖支本身說話比較自私，你覺得自己仔細提醒對方感受到嘅可能係責備，你覺得自己仔細想提升效率，對方感受到嘅可能係不被尊重。所以8月遇到爭執，第一個方法唔係即刻解釋，而係先停啲，深呼吸幾次，飲啖水，離開現場幾分鐘。等先好嗰壇可樂反少少，再問自己一句：我而家講呢句說話係想解決問題，定係純粹想贏？如果只係想贏，就暫時唔好講，因為你贏咗一注，可能輸咗一段關係；你贏咗面子，可能輸咗一個願意幫你嘅人；你贏咗當下，可能輸咗日後嘅合作。生肖支易容易將別人講過嘅難聽說話記得好清楚，你表面上可能話冇所謂，心入面其實一字一句都記住。幾個月之後，甚至幾年之後，對方早已經唔記得，你仍然去開始當時個口齒。呢種自信用喺工作上係優點，用喺恩怨上就會消耗自己。你每日喺做邊個對你唔好，對方未必受到任何影響，反而係你自己瞓唔好，心情差，見到其他人都冇耐性。放低唔代表對方冇錯，而唔代表你有自樹同傷害你嘅人嚟往。放低你決定唔再用自己嘅時間同精神反覆懲罰自己，可以原諒嘅就俾大家一次機會。暫時原諒唔到嘅就保持距離，最重要係唔好報復，唔好散播說話，唔好背後卸骨，亦唔好拉其他人一齊排斥對方。老朋友們又知道人與人之間嘅姻緣好複雜，你今日比別人撩一步，日後自己遇到難關時，亦比較容易有人比你撩一步。你真而將人逼到無路行，日後事情轉變，自己亦可能失去退路。我見過唔少生肖支嘅老朋友們，本身工作能力非常好，亦有志去向上發展，但就係因為處處指出別人錯處，慢慢令同事唔願意合作。到真正有重要機會時，表面冇人反對，實際亦冇人真心支持。最後唔係能力不足，係人何不足。你一個人再能幹，都需要有人配合。你眼光再準，都可能有睇漏嘅地方。肯聽別人講，唔會降低你嘅價值，反而可以補足你睇唔到嘅部分。家庭遇面更加要留意，生肖支習慣見到問題就即刻糾正。屋企人擺錯嘢，你去講；買錯嘢，你去講；做事慢咗，你又去講。
你以為節子只是提醒，但一日講幾次，家人慢慢就會覺得無論點做都唔合你心意。真正旺家園嘅說話，唔係日日指出邊個做錯，而係令屋企人知道，就算佢一時做得唔夠好，仍然有人願意同佢商量。8月開始，每亦對家人講一句肯定說話，多謝你幫手，辛苦你，呢件事你處理得幾好，簡單一句已經可以減少好多可恥。遇到家人做得唔合心意，可以先講你明白佢個出發點，再講需要改善嘅地方，先俾人感受到尊重，之後嘅建議先容易聽入耳。第二件一定要避開嘅事就係貪快冒險、借錢投資同埋為人擔保。8月尖刺增強，生肖之容易覺得自己判斷變準，新鮮熱饋增加，新鮮實量界好事，但一旦變成盲目自信，就會令人低高風險。當有人話某個項目只剩最後一個名額，回報好高，風險好低，仲不但催你即刻付款。老朋友們一定要停低，真正穩賺嘅機會唔會怕你花時間了解，越計唔俾你暈，越計唔俾你查，越計有你立格稿警覺。生肖之平時睇人唔算差，正因為你過去判斷對過幾次，8月先更加容易出現過度自信。你可能會覺得其他人去俾人，但我唔去。呢個人同我實咗好多年，點去有問題？呢個項目有熟人參加，應該一定可靠。但石級前人唔可以只憑感覺，感情可以令人願意聽對方講，合約同數字先可以保障自己。8月處理財務最重要，介穩唔熟悉嘅項目唔好碰，承諾短時間有極高回報嘅計劃唔好碰，需要借錢先可以參加嘅計劃唔好碰。就你用屋企抵押，就你瞞住家人，或者就你將錢轉於私人賬戶嘅事情，更加要小心。即使係親戚朋友開口借大筆錢，都有先了解用途，同屋企人商量，唔好因為怕失禮或者怕對方話你冇人情，就勉強答應。真正嘅人情唔會犧牲自己家庭嘅安穩去滿足別人。你有能力可以按能力幫，你冇能力坦白講清楚，亦唔需要內疚。為人擔保更加有慎重。你可能覺得只簽一個名幫對方過一關，但當對方無力還款，責任就可能落到你身上，到時唔單止影響你自己，仲可能拖累屋企人。真正重感情，唔係對方提出任何要求都答應，而係知道乜嘢方法對雙方長遠最好。有時拒絕一個不合理要求，反而係阻止對方將問題越弄越大。老朋友要留意一種情況，就係為咗追回已經損失嘅錢，不斷再加碼。有人第一次投資失咗，心入面唔甘心，覺得只有再放多一筆就可以將之前嘅損失賺返。8月尖刺增長，人容易自作，認定自己一定要追回，丙午年可恥又會令人生忌。金嘅自作加上可嘅衝動，就好容易令人越追越深。已經發生嘅損失唔可以靠衝動補返，最重要係停止擴大，將帳目整理清楚，計算自己實際可以承受幾多。凡是涉及法律、合約、稅務、債務，都要用正規方法處理，唔好相信所謂秘密門路、內幕消息或者保證翻本嘅方法，越細下一定的越要小心。生肖之意比較重面子，明明財務有壓力，仍然唔想俾屋企人知道，為咗維持表面生活，自隨花費，甚至借新債還舊債。老朋友們，真正嘅體面唔係俾人睇見你有幾風光，且遇到困難時仍然願意面對，願意調整，願意一步一步將生活整理好。8月可以做一件好實際嘅事情，將屋企所有固定開支、債務、保險同日常支出寫清楚，唔需要嚇自己，只需要清楚。人最怕嘅唔係數字，而係唔敢往數字。當你真正知道每月有幾多收入，有幾多支出，就會知道邊啲可以減少，邊啲一定要保留，心自然會定落嚟。正財又靠穩定，偏財又睇時機。8月對生肖之嚟講，更適合整理做賬、改善工作方法、學習適用智能，同埋守住已經擁有嘅資源，而唔係孤注一擲。
你緊張基礎做好之後，真正適合你嘅機會嚟到，你先有能力支得住。有啲老朋友問佢運，8月是尾運長唔可以投資。每個人出生年月日時唔同，整體八字亦唔同，唔能夠只憑生肖一句話決定所有事情。但對大部分生肖支嚟講，8月嘅原則係唔窒唔借唔嘆，唔做自己唔明白嘅決定。即使真係需要作出安排，都要分散風險，保留日常生活費同應急資金，唔好將全部積去壓落同一件事。除咗錢，工作上亦唔好一時衝動辭職，受到委屈先處理情緒，覺得公司冇前途，就先了解外面之悔，找到學識安排，再作轉變。唔好因為同上司爭執一次，第二日就乜都唔理，即刻離開。丙午年可旺，情緒最激烈時作出嘅決定，好容易只係想逃離當下，未必真正適合將來。你可以轉工，可以創業，可以展開先自學，但又有準備、有數據、有後路。勇敢唔等於亂衝，真正嘅勇敢係知道風險之後，仍然按部就班去做。生肖支只有唔貪快，8月反而係一個適合整理方向嘅月份。你會慢慢睇清楚邊啲事情只係表面月露，邊啲先真正有長遠價值。當其他人被市場氣氛推造咗，你願意冷靜觀察，日後就更容易把握真正屬於你嘅機會。第三件一定要避開嘅事就係封閉自己，懷疑身邊人，將所有壓力一個人認清。生肖之外表通常比較精神，做事易有自己意圖，就算聲譽面聲好，你都未必願意俾人睇到。你派獎出嚟之後，別人覺得你冇能力，你而派麻煩家人，覺得事情自己處理就算。久而久之，你身邊嘅人只睇到你挑剔、急躁、容易發脾氣，卻唔知道你其實擔心疲倦同埋缺乏安全感。8月身兼戰王。生肖支自身堅持易得到支持，堅持長嘅時候，人會更重原則，更想將事情控制好。但當你升唔啱，今次太硬，就會變成防備、猜疑同埋唔願意低頭。越唔啱升，你越想控制；越擔心失去，你越容易懷疑。家人遲咗返屋企，你去佢未有事瞞中你；朋友置業冇聯絡，你去佢未對你有意見。同事冇即確回覆，你會許細咪故意唔配合，但好多時事情並冇你想象中咁複雜，可能對方只失望攰，或者自己都有問題需要處理。當你心入面已經認定對方有惡意，佢講乜你都會着得嘅折扣。最後唔係真相令關係變差，而係猜測令大家越行越遠。老朋友們，8月遇到疑運，又說失自己運，但語氣一定要柔和，唔好一開口就話我一早知你有問題可以整，我最近有啲唔安心，想同你了解清楚。前一注是定罪，後一注是溝通，說話只是轉一個方向，結果可以完全唔同。夫妻之間最怕冷戰，生肖支受咗委屈，有時唔會即刻整。只是面色變咗，說話少咗，等對方自己發現，但對方未必估得到你心入面揾乜。你等佢明白佢，等你開口，兩個人都覺得自己受傷，最後一件小事拖成大問題。所以8月有先事，又喺情緒平靜時整出嚟，唔好半夜大家都攰先翻照正，亦唔好喺親戚朋友面前指責另一半。屋企嘅問題，勞煩喺屋企慢慢傾，講感受，唔好淨係講罪名，講自己需要乜，唔好要求對方靠猜。同子女相處亦一樣，生肖支從居主，見到晒日大做事唔夠穩，會忍唔住提醒，但提醒太滅，對方聽到嘅就唔再係關心，而係你永遠覺得我唔夠好。老朋友們可以俾建議，但亦要俾空間。人生有的路一定要自己行過，先會明白。你可以做一盞燈，唔需要做一幅牆。家人嘅選擇未必完全符合你心意，但只有唔涉及嚴重危險，唔涉及違法，亦唔會傷害他人，就可以先聽下對方點去。你越肯聽，佢越願意同你講；你越快批評，
佢越容易將真正重要嘅事情收埋。朋友方面，8月唔好因為一次冇被邀請就認定大家排斥你，而唔好因為對方冇幫你一次就否定過去所有情分。每個人都有自己嘅難處，真正長久嘅關係唔係要求對方隨傳隨到，而係大家有能力時互相扶持，冇能力時亦願意講清楚。工作上又避免單打獨鬥，生肖之能力強時，容易覺得交俾別人做反而更麻煩，最後所有事情攬上身。短時間你可能做得到，但長期一定會疲倦。當身體同情緒處到極限，一個小錯就可能令你懷疑自己，亦可能令你對身邊人發火。真正有能力嘅人，唔係所有事都親手做，而係知道點樣分工、點樣檢查、點樣令人一齊完成。8月可以嘗試將一件唔需要你親自處理嘅工作交出去，講清楚要求俾對方合理時間。人與人之間嘅信任就係由一次一次小合作建立出嚟。如果你最近成日瞓唔好，情緒持續低落，心裏面長期覺得冇人明白自己，唔好只係用意志認親，可以同信任嘅家人稱，而可以揾核實嘅專業人士幫忙。命理可以提醒你留意情緒，但身體同心理出現持續不適，仍然要正視同處理。照顧自己並唔係軟弱，而係你對自己同家人負責。講完三件有避開嘅事，我就同老朋友們分享幾個8月可以實行嘅方法，幫生肖之穩定磁場、減少口舌、守住財源，同時保護家庭關係。第一個做法是先管住說話，再處理事情。生肖之一極，說話就會變得尖銳。你講嘅可能全部係事實，但事實用唔同語氣講出嚟，效果完全唔同。8月有重要說話要講之前，可以先問自己3個問題：呢句係咪一定由我家講？呢句講完，對方會更明白，定係咪咁會更加受傷？呢句可唔可以換一個柔和啲嘅方法？有時唔係唔講，而係遲10分鐘再講。有時唔係忍氣吞聲，而係先將聲線放低。當你將語氣放低，對方先有可能真正聽到內容。兩個人都提高聲線，最後只會聽到情緒，聽唔到道理。每日朝早起身，可以同自己講：今日遇到任何事，我都先慢3秒。呢3秒唔長，但可以幫你避開好多後悔。電話響起，先慢3秒，見到令人不舒服嘅訊息，先慢3秒。有人反對你，先慢3秒。3秒之後，你仍然可以表達立場，但唔會完全被可恥帶做走。第二個做法係整理財務，唔好靠幻想過日子。8月可以用一個簿寫低所有收入同支出，每月花幾多唔係最重要，最重要係你開始清楚啲錢去咗邊。生肖之只有一認真整理，通常好快就會發現有啲錢並唔係生活需要，而係情緒消費。心情唔好就買嘢，覺得自己受委屈就食一餐貴嘅，見到別人有就覺得自己都有。買一真正需要嘅物品冇問題，但唔好用消費證明自己過得好。財庫唔係靠表面堆出嚟，而係靠每一次有分寸嘅選擇守出嚟。8月亦可以檢查有冇長期冇使用嘅服務，有冇重複支出，有冇可以提早處理嘅賬單，將細節整理好，就係生肖雞最實際嘅開源方法。你唔需要追求突然得到一大筆錢，先將手上嘅錢管好，財源自然去逐步穩定。有人向你借錢時，先分清楚係真正救急，定係對方長期依賴，真係遇到困難，你可以按自己能力幫，但幫完之後又同對方商量長遠方法，唔好因為先遠令自己家庭出現壓力。幫人要有善意，而要有界線。第3個做法是保持屋企乾淨，尤其要留意西面同西南面位置。生肖之對應右位，方向屬西。8月又係尖刺漸刺嘅月份，西面位置對生肖之嘅感受會更加明顯。老朋友們唔需要擺好多花刺，亦唔需要將屋企弄得太複雜。最基本嘅風水就係乾淨通風、光線舒服、物品有秩序。西面如果長期堆滿紙箱，
壞電池、舊時同唔再使用嘅雜物，容易令人心情煩亂，做事拖延，亦可能增加家人之間嘅挑剔同口舌。可以剪一慢慢整理思面為止。壞咗而冇打算維修嘅物件，就處理好已經紙連無用嘅物品，可以送俾有需要嘅人。唔好一邊話想迎接新元，一邊將過去所有雜務塞滿屋企，空間鬆一點，新鮮去鬆一點。丙午年可次旺，屋企唔適合再放太多大紅大紫同過度強烈嘅燈光，可以用白色、美色、淺啡色令氣場柔和。擺些唔需要追求昂貴。風水嘅重點從來唔係價錢，而係你每日見到呢個空間時，心會唔會安定。睡房更加唔好堆太多雜物，牆邊避免長期放工作文件同為嘈你嘅賬單，你一瞓低就感到壓力，個腦自然難放鬆。手指亦唔好長時放得太箭頭部，夜晚臨瞓前手睇令人情緒激動嘅消息，俾自己一段安靜時間。第四個做法，係養好身體，先有力量增加運勢。8月雖然開始月超，但數次未必急科消失。數數之前，天氣仍然容易又熱又谷，火氣未退，朝氣漸遲，人容易口乾心煩，瞓得唔安穩，而容易因為小事冇耐性。生肖豬嘅老朋友們，8月要保持規律作息，夜晚唔好為咗追住睇消息或者反覆工作而拖到太夜。事情永遠做唔完，但身體每日都需要休息。飲食方面以清淡均衡為主，多飲水，多食新鮮蔬菜同適可自嘅水果，少食過分辛辣油膩同太刺激嘅食物。唔需要因為聽到某種食物可以降火就日日大量食。每個人體質唔同，適量同均衡先係重點。運動而唔需要勉強自己做得太激烈，散步伸展、太子游泳或者按自己身體狀況做溫和活動都可以幫助情緒穩定。運動唔係懲罰自己，而係令身體愉悅悅，令個腦暫時放低煩惱。如果出現明顯或者持續嘅身體不適，又極實睇醫生，唔好將所有身體問題都解釋成流年影響。風水命理係提醒，正規檢查同治療，亦係照顧自己運勢嘅一部分。第5個做法係低調做事，唔好急住向所有人證明自己。生肖豬好在意別人有冇尊重自己，當你覺得被忽視，就會想做出成績俾人睇。呢份上進心本身冇問題，但8月漸次漸長，丙午年可次又去推動你，越接住證明，越容易接受一啲超出能力嘅承諾。有人稍為質疑你就立即想證明自己一定做到。有人話你冇能力，你就算知道風險大，仍然想硬住頭皮行落去。老朋友們，真正嘅本事唔需要每次都即刻證明，別人今日睇唔到，唔代表你冇價值。將事情做好，時間自然去俾答案。你越穩，別人越信任你；你越積住出風頭，越容易俾人捉到錯錯。社交平台而少的公開自己嘅錢財、家庭私事同為還情嘅自發，有啲事情為成熟之前，長得太早，反而增加外界意見，令自己心亂。低調唔係怕人，而係保護自己嘅專注力，亦係避免無謂比較。第6個做法是主動理智善意，修補一段值得保留嘅關係。8月可以有一個你好耐冇聯絡，但曾經真心幫過你嘅人，簡單問候一句，唔一定要有事情先揾人，亦可以移沙。有冇人曾經被你一句重話傷害？如果呢段關係值得保留，可以主動講一句，當時我語氣太重，希望你唔好放喺心。道歉唔代表你所有立場都錯，只係情人當時嘅方法可能太硬。生肖豬有時明知自己講中咗，都會因為面子唔肯先開口。你會闖，點解一定要我先？老朋友們，邊個先開口唔係最重要，重要是你想唔想保留呢段關係。如果對方值得主動一次，唔會令你失去尊嚴，反而代表你有能力處理自己嘅情緒。
當然，唔係所有關係都有門牆修補，對於長期欺騙你、利用你、傷害你嘅人，可以保持距離。善良唔等於無原則，放低仇恨同自碎俾人傷害是兩回事。你可以唔報復，同時清楚守做自己界限。老朋友們，我最後就係幫大家將今日重點收好。2026年8月，生肖之一方面得到身經相助，做事會更有信心，判斷力亦有機會提升。另一方面，丙午年可次仍然存在，最需要留意情緒、口塞、財務同人際關係，唔好為一口氣同人自怨，唔好因為貪快而無限接大，唔好隨便替人擔保，而唔好將自己封閉起嚟，對身邊人胡亂猜測。做事又慢一步，說話又有一點，錢財又守得穩，屋企又保持乾淨，身體又好好休息，思面位置少堆雜物，減少過分鮮紅同強烈嘅佈置。遇到重要決定，多俾自己旨意時間，多同可信任嘅家人商量。遇到矛盾，先處理情緒，再處理事情。只要你肯收住火氣，守住原則，丙午年嘅烈火就可以幫你練走急躁，練走虛榮，練走過度執着。8月嘅堅持就可以幫你重新建立秩序，手做財庫，睇清楚方向，亦睇清楚真正值得珍惜嘅人。生肖之本身就有責任感，有眼光，亦有將生活整理好嘅本事。你唔需要同任何人鬥，你只需要將自己嘅路一步一步行穩。希望每一位生肖之嘅老朋友們都可以喺2026年8月守住財、守住心、守住家庭。煩惱嚟到有方法處理，困難嚟到有人商量，身體平安，屋企和氣，做事順利，新月面亦越來越安定。記得訂閱頻道，點個讚，而歡迎老朋友們喺評論區留低平安順遂。你嘅一句留言唔單止係為自己積一份好意頭，亦可能令另一位正處於迷茫嘅老朋友知道自己並唔孤單。願大家喺8月放低自戀，遠離口舌，穩守正財，珍惜眼前人，將急躁變成行動，將固執變成堅持，將壓力變成成長。願每一位生肖之嘅老朋友們8月平安順遂，財運安穩，家庭和睦，身體健康，心安福自來。